鄉親啊，你看這個造型的肉粽角，這是啥物？哦，這是菜園啊。這清水這店家啊，真有創意，用這個肉粽角啊做這個加味的點心啊，真受歡迎呢。在咧金國湯羹的肉粽角底糖藍芳順甜甜的烏糖糕，斟酌看這中竟然閣有一身古錐版的紅蝦，這趣味搞怪的肉粽角主題點心，最近在咧清水城真濟品種來這捧場打卡。除了招牌的肉粽角烏糖底糖，店家嘛推出肉粽角造型的雞鴨餅，含五花雜色的串餅。頭家講，當初是開店是為了推廣在地原創 IP 角色海線小路。希望當打造一個互更興趣的品種，來這交流開講。設立一個海鮮少女的小小的據點，讓我們的粉絲在休息有空之餘，可以來我們的店裡面休息一下。它有薄荷，然後這是梅子跟汽水的口味，很好吃。店家希望透過這趣味的肉粽角甜露點心，要讓愈濟人熟悉海線小路這個在地角色。